身係開藥材鋪嘅，我本身係開藥材鋪嘅，所以關於產品咧，我係比較注重健康嘅人咯。如果冇開健康，點樣揾錢？呢個係一定嘅咯，所以咪睇到咯。如果講藥材嚟講咧，通常一般咧就係講藥材啊、藥啊，因為就係病啊醫病嘅。但係依家我哋需要營養嘛產品咯。其實我哋食嘅嘢、做嘅嘢都係有營養嘅。其實點解係揀產品咧？產品咧比較方便啦，打開就可以食咯，慳工。第二咧，功效一定會好咯，係咪？因為第三咧，口感就係好咯。好似啊，我哋出邊食嗰啲補嘅嘢啊，有營養嘅嘢係咪？就算多工，又或者咪啲口感係好咯，或者功效或者冇咁快嘛，因為冇研究到佢嘅吸收咪明白。因為佢吸收唔同嗰個程度嘛，呢個係講科技嘛，呢個係講科技嘛，所以要講健康咧，最好嘅方法我自己諗啦，我係講產品咯，方便有效就係好食就咁樣咯，所以我揀 B 咯。而家你幾多歲咗？我就嚟70歲啦。哇！真係好健康。我58歲啦，即係講我唔講59，係59，講59就好咯。咁樣過年就70個啦，唔係68，講錯咗添。第一擺過年係啊，第一擺嚟。係啊，我先話做開，我今年5月咪1年啫咯，我5月開始OK 咯，即時冇諗咁多咯。上天做講咩我咪做，因為我都唔係好得閒噶嘛，上天講咩咪去做下咪得咯，聽話就得噶啦。